议会定期会23道议案当中，因为市府将台南台日文化友好交流基金会112年度营运甲资金运用送议会比查，结果议员发现市府对基金会累积的捐款补助总共150万。会中纷纷表示，因并无反对台南日本交流，但质疑政府为何补助民间团体。到底该基金会扮演什么角色？甚至董事长是谁，连文化局长拢无清楚。议员强烈要求制度化，也无因嘛要成立基金会，请市府补助。这个交流协会这些年拢总开偌济钱，拢总做什么代志啊？通通去了日本多少趟？他们现在是不是还是在我们这个市府的古迹那边？为什么是李退之做董事长，不是王家珍做董事长啊？是太太做了，先生做，先生做完儿子做，是不是这样？你说到议会给我们的案子，你也最基本要了解，我们今天议会同仁问你的绝对不是内容，也不是它整个过程，只是最基本的叫什么名，当时叫研华头给什么人，你嘛唔知，成立多久你嘛唔知。这问的我们如何去面对你送进来的案子议题，我们去认同它啦。建议啦，是这个基金长长的嘛，哦，卖个继续这个改成按一个国家的一个基金会，咱要便宜算偌济个偌些正常的，卖个另外无发展要成立一个基金会，你敢要甲我投资？哦，我卖讲中国大陆啦，哦，我叫美国，咱台湾市交流协会基金会会使买。对此，市长对来肯定台日文化友好交流协会长期以来贡献，嘛认为捐款补助依照地下市总预算编制要点一切合法，对着议员的讲法表达尊重。文化交流基金会在107年成立，那我们市政府总共有捐助了，那个时候的市政府总共有捐助了150万，但是它总共的基金是超过将1500万以上，所以我们市府捐助的金额是没有超过1/10。但是根据中央的法规，我们的政府的捐助金额超过在20%以下的，他们还是每年会把他们的预算送来市府备查，只是备查。那我们后来再去查，这几年市府并没有任何的捐助给他们。所以说，坦白讲，这个是依照中央法规必须送市府的文件，然后市府再转送给议会。那但是议会议员们可能有一些考量，我们也都予以尊重。台南新闻，阮籍林跟蔡宏报的。